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接下进入《使徒行传》第9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众义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万物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透过牧师的圣经攻读，再一次的领受神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生命。主献上感谢，求主圣灵这时候开启我们心窍，让我们明白牧师所讲的话当中主你的旨意，使我们生命得以成长，跟主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在开始之前，献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昨天从《使徒行传》的第5章的后半段，看见使徒行各样的神迹奇事，那来带出教会同心合意的聚集，而这同心合意也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教会的标记。那使徒们他们把传讲上帝的话当作首要的行动，所以不论是在公共的在圣殿中，或是在被拘留的时候，那他们都甚至在家里，他们都不断的在传讲教导关于耶稣基督复活以及耶稣基督是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看到这群的公会议会的人士，因为拒绝，因为害怕，那再一次的拒绝福音，那也以至于他们失去得救，失去救恩，那离神更加遥远。那最后让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在传扬耶稣是主，传扬耶稣是基督。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6章，第6章我们要开始是讲到教会的执事。那今天我们会读到的是前面的7节，那明天我们会读完到第7章的整个司提反的事件。那我们今天读6章的1到7节，请众义长老带我们来读这1到7节。好，6章第1节，这些时候门徒的数目日日增加，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土话的犹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埋怨使徒在分配每日生活费的事上疏忽了他们当中的寡妇，因此12使徒召集全体门徒，对他们说：叫我们放下传讲上帝信息的工作，去办善事，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主内朋友们，要从你们当中选出7个有名望、受圣灵充满又有智慧的人，让他们来负责这事务。至于我们要专心于祷告和传道的任务。使徒的建议得到全体的赞同，于是大家推选司提反，他是一个信心坚定、被圣灵充满的人。又选出腓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和改中加入过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大家请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给他们行按手礼。
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加很多，许多祭司也接受了这信仰。以上。好，谢谢。那当教会开始受到逼迫呢，好，那这个使徒行传还是继续用了这个透过路加的记载，看到教会继续的增长。那所以提到虽然公会再一次的来严严的警告，还甚至鞭打了这些的使徒，但是他们却带着欢喜，带着第八福，为义受逼迫，而日日传扬。当他们有传扬，就撒种，这些种子就落在好土，就结出果子。所以教会门徒的数目也增加。那这里的门徒呢，虽然在使徒行传有出现，不是在四福音书有出现过，但这是使徒行传第一次出现门徒这个字。好，所以包括前面的使徒，包括前面的信徒，好，那这里呢也讲到了门徒啊。好，那不管是信徒、门徒、使徒，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都是同样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好，但是在跟随的程度，还有在参与教会的程度上，好，那有可以做一些区别。那但是人多问题也多，好，那这问题是什么呢？好，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所以这里有说，同样都是犹太人，但这群犹太人是讲希腊话，那跟犹太人来发怨言。那这一群的犹太人是讲希伯来人的犹太人，不一定是讲希伯来话因为耶稣也不讲希伯来话，耶稣是讲亚兰文。好，那所以就是等于是他们有一个世代交替。好，那这个世代交替是因为希腊帝国所推动的希腊化。好，那把这个希腊化呢也带到了巴勒斯坦地区。那他们虽然都是同一个血缘，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种族的族群，但是他们因为世代的交替，那用了不同的语言。那这对我们来讲很熟悉，同样是台湾人，但有的是讲台湾话，有的是讲华语，或是有的人说是北京话。那所以在台湾的不同的世代讲台语台湾为好，那跟接受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华语的国语说国语的教育呢不同。好，那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族群语言。好，那可见呢，这就是比较年轻一辈跟年长一辈的这个差异。那但是也有可能呢因为他们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因为我们看到五旬节来自用15种语言那以上，所以不同的地方，那他们可能从外国来，那用比较通用的希腊话讲英文，那跟现在在耶路撒冷可能都在讲台语，那造成的这种语言上面的隔阂。毕竟虽然五旬节让大家可以有得到口才，都在颂赞上帝的作为，但不代表说圣灵充满之后他就通通都会讲外国的话，就通通都可以用语言，那都辩才无碍。那发出了怨言，那这怨言在我们的现代中译本是翻的更直白，叫做每日生活费。每日生活费，那和本是讲日常的供给。那我们从后面里面来看呢，它比较不是为了生活费金钱的事情，那是讲到了饭食、膳食、用餐。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当初大家要捐这么多的钱，还卖田地、卖祖产，是因为呢要来供应耶路撒冷教会从3000人受洗，5000人信主。那接下来每天都有人主将得救人加给教会，那门徒也增多，那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不断的有爱餐和爱宴，那他们要过教会的生活。那但这教会生活当中呢，有人被忽略了，因为可能听不懂或是不会讲希腊话，所以就没有照顾到他们的需要。
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寡妇啊，寡妇，所以这个饭食是初代教会一个很重大的工作。好，那有没有教会可不可以不给他们吃饭啊？那或是说教会可不可以不要办爱餐？吃好，虽然并不是耶稣所交代，但是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好，那他们跟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那他们跟耶稣吃一起住一起，所以对门徒来讲，好，对12使徒来讲，天天生活，天天一起吃，好，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事情。所以在初代教会的当中，那他们因为大量的要照顾许多的人，那他要提供大量的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的工作，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对我们今天来讲也好，用想象的就可以理解啊。说在每个礼拜的爱餐，好，就将近有100-200人要吃爱餐的时候，好，即便是一个礼拜只一次，那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负担。那更何况他们是天天存着诚实的心欢喜用饭，在家中擘饼，那祷告，那这样是1年365天，那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所以12使徒发现问题了，这个问题有人回报，有人反映，那他们呢就叫众门徒来。好，所以这个门徒在这里是有差别的。好，那信徒通通叫来的话要多少人呢？可能要5000、7000、10000。好，但是这里呢叫了门徒。那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差派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了。好，那这70个呢都是两个一队的。那他们就去了大概35个不同的地区传福音。那这些门徒呢用意是叫什么呢？好，使徒就对他们说，叫我们放下传讲上帝信息的工作，就是传道，传神的道，去办善事。所以现在做译本还是有把这个字用出来，就是吃有关的，或是管理饭食，这是不应该的，是不合宜的。这个字在今天这7节里面会出现2次，所以使徒们在这边他说他们如果不继续传道，因为昨天有提到第4章第5章，好，那当这个瘸腿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个使徒的知名度一下提升到耶路撒冷圣殿的公会，公会人都认识他们反倒借着这个知名度呢，不断的在传讲、传道、在教导，那在传福音、在讲道，说现在叫他们不出去传道，那不出去带人信耶稣，叫他们留在教会里面去办善事，去管理伙食，去送饭也好，或是煮饭也好，去做爱餐也好，那这是不合宜的。所以主内的朋友们，那叫弟兄们呢，现在做一本主内朋友们，但这群人是门徒，要从你们门徒当中选出7个，那有条件第一个条件是7个，为什么要7个呢？那可见这个工作也没有说真的应该说这些寡妇被照顾的寡妇忽略掉了，好，所以只是需要再补上7位，好，来让这些被忽略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寡妇，或是这些的弱势群体，好，能够去关心他们，好，所以7位。第二个是要有名望，有名望呢就是有见证，好名声。第3就是要受圣灵充满，满有圣灵，那又有智慧，那所以有4个条件，从7个人，然后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又有智慧。那这个综合起来看呢，选出这7位，后来叫做执事，叫做执事。好，那这7位的意思就是这个原则就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遇到事情能够有智慧做出判断和能力。好，
那就是这个的条件，好，所以是在整个是在圣灵的带领，不是意思就是说圣灵充满，不是说他要去讲方言之后才能够来做执事，圣灵充满不是他要行神迹讲预言，好看异象，好才能够做执事，而是说这个综合起来是整个过程他遇到问题遇到事情，当他做出的判断和能力是智慧的，而这智慧不是从自己的经验来的，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蛮有圣灵，蛮有圣灵。那至于我们对不起，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那保罗他也延续着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原则，讲到了长老监督的资格，讲到执事的资格。那执事呢叫做同样第3章提摩太前书3章8，同样就是同长老的样，就是要端庄克己节制乐于接待外人，善于教导。那也是一样，庄重，不一口两舌，不好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白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奥秘。所以什么叫做好名声？那保罗在这边可能把它进一步的写信给提摩太，要提摩太来教导以弗所，还有教导在亚细亚地区的教会。这些人要先受考验，没有可责之处，才让他们做执事，包括男执事、女执事，所以这些执事也包括女性然后要善管教儿女，还有管理自己的家。那当使徒们把这些原则定出来之后呢，他们就他们说，那他们要做什么？好，第4节，这些使徒们呢，我们仍要专心于祷告和传道的任务那所以我们在主日讲道时候有提到2章的42节，就是3000个人受洗之后，他们专注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使徒的教导，所以现在使徒就在教导他们教会首要的工作。第二个，彼此的团契，那这就是指他们一起的生活，一起的分享，比较指他们在物质上生活上的共享，那就是吃。第3呢是擘饼，那擘饼呢就是在纪念主耶稣。第4是祈祷，祈祷就是教会为什么能够同心合意做同样的行动，大家不会发怨言，是透过祈祷。所以教导、团契、擘饼、祈祷这4件事情，使徒们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专心祷告和传道的任务。那这4件事情那团契怎么办呢？擘饼怎么办呢？那这些都还是需要有人来参与。所以12使徒现在有加上了7个执事，7个执事，但是不是只有7个执事，19个人就够，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以前呢，其实就已经很多人在做了。那只是前面这些门徒们有多少呢？路加就没有提到。好，那12使徒这样的建议呢，或是这些话，就让全体会众，就是整个教会都同意了，所以都喜悦，都赞同。那赞同就是和本翻成喜悦，喜悦这个字呢，就是前面那个不合宜，这个管理饭食，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这个合宜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在这里呢出现了2次。一次是用负面的形容，就是只做爱餐，不传福音，不告诉人，不跟人介绍耶稣，是不喜悦的。但是呢，能够分派人来管理工作，能够呢让教会持续的专注于传福音和祈祷，这是喜悦的，是合一的。好，那他们就按照这样子的原则呢，来推选。拣选，推选或拣选，好了7位，好，那这7位都有名字记载，好，那第一个被记载是司提反，因为我们从明天的第8节开始会发现司提反所占的篇幅，还有他所传讲的道，甚至都不输于是超过了彼得，也不输于保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那还特别在7个人当中还对司提反的介绍，加上了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和蛮有圣灵的人
所以信心就是对上帝的话坚信不疑。司提反可能没有见过耶稣，像使徒们曾经跟耶稣一起生活，但是他相信这些使徒们所传讲的，他就蛮有信心。那蛮有圣灵呢，就是他接受圣灵的洗礼，那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过教会的生活，所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接受圣灵引导，活出圣灵更新的生命。第二位是腓利，第三位是伯罗哥罗，第四位是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和改宗加入过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这个第七位。所以第七位特别提到说他是改信犹太教，就是皈依犹太教，可见他不是本来就不是信上帝的人，是后来才来因着犹太教来信耶和华上帝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安提阿人，那就是离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比这个加利利又更北边，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在希腊罗马帝国当中的一个外邦人。那这7个人的名字呢，都有它代表的意思这个司提反就是我们有人很常用的 Steve 或是 Stephen Stephen 就是来自于这个司提反这个名字。那司提反的意思就是带冠冕的。那但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很少用这个名字。那这7个名字呢，都是希腊的名字，不是希伯来文，也不是犹太人常用的，所以他们表示他们用这个名字，他们比较能够跟讲希腊话的人沟通。那不代表说他们就没有犹太名字，但是他们有希腊名字，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跟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来沟通。腓利或是菲利普都是来自于这个字。那它的意思就是马，喜欢骑马或是对马很喜爱，马的爱好者。那这个马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车子，就是交通工具，所以对车子很有研究。腓利。第三呢，伯罗哥罗。那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快耳合唱诗班的领袖。有的是说跳舞的领袖，所以他对音乐对舞蹈是有兴趣，但是这个是希腊的名字。第四，尼加挪是征服者，提门是值得尊敬的，巴米拿是持久不变的，尼哥拉Nicholas 这个我们一直这个 Nicholas 圣诞老公公的名字也是 Nicholas 尼哥拉意思是人民的胜利。那这7个名字，那他们的事迹虽然只有司提反跟腓利，第6、7章讲到司提反，第8章讲到腓利，后面的这5个人呢，都没有再提到，我们也不太认识。不过透过初代教会的资料，我们大概可以有这样一点的介绍。司提反腓利，那这个我们会后面介绍。伯罗哥罗呢，据传他是被彼得封为主教，在尼科米底亚。尼科米底亚在土耳其靠近里海的地方。那在约翰被流放拔摩岛的期间，这个伯罗哥罗就是在拔摩岛来侍奉约翰。那他也是约翰的秘书所以写约翰福音或是启示录在拔摩岛是写启示录都是这个伯罗哥罗在旁边帮约翰来整理，因为那时候约翰也已经90岁。那这个伯罗哥罗在约翰可能过世之后，回到尼科米底亚，那继续在那边做工传福音，最后他也是殉道，被异教徒杀害。尼加挪是耶稣派70位为他开路的门徒的其中之一。尼加挪跟司提反是同一天在耶路撒冷遇害，就是第7章的结束，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教会就开始大遭逼迫。那尼加挪这7位执事呢，就当天就少了2个，一个是司提反，一个是尼加挪，只是地点还有场合跟司提反不一样。那
据传说，好，那一天耶路撒冷教会被迫害呢，不是只有这2个，好，是2000个，好，2000个，好，所以难怪教会好的信徒大家会快速的离开耶路撒冷教会。第5个是提门，好，那提门呢，他去到了阿拉伯，也在被钉十字架来殉道。巴米拿，好，也是殉道，好，那只有提到他的安葬。好，尼哥拉，除了路加有记载他本来不是犹太教啊，他是安提阿人。好，那这个尼哥拉呢，也很有可能是这7个执事当中唯一的纯外邦人。前面那6个呢，可能都还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有希腊的名字，他们希腊话讲得很好。好，那他们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可能是比较住在外面的地区。好，那所以这个是尼哥拉。好，但尼哥拉呢，有人传说他是异端的创始人啊。好，但有人不这么认为。好，那这个不是圣经记载。好，那我们就当作是参考。好，那第6节，好，那这7个执事都被挑选出来，从众门徒当中挑选出来之后，那他们就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就为他们祷告，祷告完之后就按手，好，行按手礼。好，那这按手呢，也是在使徒行传第1次出现。好，那这里出现之后呢，好，在第8章、第9章、13章、19章、28章，好，会出现好几次的按手。好，那每次的按手呢，好，有的是医病，有的是赐下圣灵。好，那在这里第1次按手呢，是在祷告之后的按手。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按手当中呢，可以知道它跟祷告呢，好，是分开的2件事情。好，那先祷告再按手。好，所以我们看这很多的图都是跪着，但是现在圣经是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好，那按手也不一定就是跪的。好，那因为原文圣经就是站在使徒的面前了。好，那但是对于这个按手，好，是按在头上，按在肩上，按在身上。那我们都有很多想法。好，但是意思就是把手放在他们的身上，不一定都是放在头上的。好，那这也是一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最早的记载。好，是如果你要看按手新约按手最早的记载，就是要来这里来找。那最后一节，上帝的信息继续来传开，所以表示说门徒们、使徒们没有因为现在爱餐的事情，他们就停下传道的工作，他们没有因为社区的服事，没有因为教会的社区事工，那他们就不传道了。好，那他们就不传讲圣经了，不传讲耶稣是基督了。好，那他们找到人。好，所以这也是教会需要挑选更多的门徒，挑选更多的信徒。能够来让教会各层各面都能够管理的合宜。那这些挑选出来的人呢，是要经得起见证，有好的名声，而且呢是能够有圣灵的智慧，在遇到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是能够来解决。其实我们看到司提反很快他就已经不是只有做送便当煮爱餐的工作。好，那在第6章他就到处去传道，他的信心跟他的这个智慧跟这个圣灵给他的带领，好，让他不断往前。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教会增加传道的一个蛮好的方法。好，就是透过门徒，透过执事，好，那透过这些一起同工的，让教会有更多传道的人。好，只是跟我们今天来讲，传道人好像一定要去神学院。好，其实他们在使徒的教导当中，这就是一个初代的神学院了。好，那这个结果呢，本来是一个危机，内部的危机，就是教会起了纷争。因为从第2章五旬节那一天开始，教会都一直是同心合意，一直来到了第6章第1节，这个同心合意突然有了怨言，就是没有办法同心，就是为了语言上、文化上、背景上的差异，那为了吃的问题，然后教会就有纷争。但是在这纷争当中，那使徒用智慧
来解决纷争，同时反而让这个纷争不但排解，那门徒的数目增加很多，所以前面是信徒增加很多，现在是连门徒都增加很多，因为很多的信徒看到哇，这群门徒他们也开始参与服事，然后他们做得很认真，所以说我也要来加入门徒，我也要来跟随耶稣，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信徒就是他相信耶稣的人，那所以门徒增加很多，指耶路撒冷的门徒，因为他们还是以教会耶路撒冷为主。第二个呢，就是连许多祭司也接受这信仰，那这个呢是一个神迹，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让任何的祭司来信耶稣，因为祭司就是撒都该人，那第4章出现的这个撒都该人，那他们是一直在这公会极力的来反对使徒，甚至耶稣的时候，这些撒都该人，他们就是把耶稣视为眼中钉，因为耶稣在圣殿教训人，把这些撒都该人放到哪里去，让他们很没有面子，所以但是呢，反倒是现在为什么祭司也来信耶稣？那这个逻辑，路加的逻辑，从这个文义当中，就是因为这7个执事被选出来，所以这7个执事呢，把社区工作、弱势关怀，还有照顾教会当中的孤儿寡妇，连撒都该人，连祭司都深深的佩服，所以他们是因着这群人的见证，他们也来信着耶稣。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语言使人分隔，想到巴别塔事件，但是当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就能够让这样有嫌隙的人能够复合。他们本来开始因为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通，互相埋怨，但是圣灵呢将人的灵与魂、骨节骨髓刺入剖开，圣灵参透万事，所以呢调和让这个教会能够恢复合一，而且更加的同心。第二个，我们看到传道很重要，管理饭食很重要，都需要有人。但是传道是喂饱人的灵命，管理膳食是喂饱人的肚子，那喂饱灵命更重要。所以传福音的人不要忘记要喂饱人的灵命，要把神的话要分享出去给人。那而我们能够在教会管理饭食，这也是一种喂饱人，但是神更喜悦我们喂饱人的灵魂。第三，教会人才需要经过检验，就经过挑选，那这挑选有除了7个人之外，还有3个原则。好，那挑选之后呢，是要经过祷告，经过按手，按手就是设立。好，那这个代表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将职分交托给他们。最后神的道能够兴旺，是因为危机变成转机。好，那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就是不断的危机，每一个危机从彼得约翰开始，到现在教会内部的危机，然后教会迫害就变成教会的外部的危机，被议会迫害，被扫罗迫害。但是呢，危机转机也发生神机。那内部的神机是什么呢？现在有祭司，有撒都该人，他们加入了教会。其实教会已经有很多的法利赛人，因为3000个人当中就有很多的法利赛人，那还有从外邦来的犹太人，还有文士。那现在呢连撒都该人也加入。所以向犹太人传福音不是不可行，是可行的，只是呢需要有使徒们这样子的见证啊。好，盼望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更加来对照我们今日教会，不论是教会内部有怨言的，或是教会内部有这个管理上面的问题，或是教会内部有这个人才需要门徒，或是教会内部我们怎么样做社区的关怀。那在使徒行传，路加的使徒行传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一个很好的原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今天使徒行传第6章当教会遭遇困难危机内部的这个埋怨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有智慧如何的去做出反应能够让危机成为转机，甚至能够看见神迹。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求圣灵让我们有智慧，在各样的事物上面，在教会的需要上面，能够有更好的管理，有更好的安排，也更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名，更叫我们不要忘记传福音、传道、传耶稣是基督救恩的好消息让我们能够忠心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忠心在传道和祷告上面让我们能够每天与主来连结。主，你要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